阿月，阿月，你睡了吗？殿下，妾身正在反思，没脸见人。您还是请先回吧。阿月。 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姑姑特意给你做的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可惜你误会了。大梦。
万事。一颗心草淡尽所有，恨我千秋。疼的我可以喊的。你的伤，轻一点。太子救了他，任务失败，属下领罚。此举无非是要惹怒太子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好借机夺取兵权。主上筹谋精妙。如果你不是太子，只是陈宇，我不是碎心谷的杀手，只是阿月，那就好了。我走之后，不要被其他人杀了，平平安安，不要受伤。不过，此后我与碎心谷还有你，情止一绝了。教养之恩，一命相抵，我们两清。太子虎符被夺，军中流言动荡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盗得太子金印，便可以乘胜追击，让他再也翻身不得。二皇子，二殿下的意思是，可借金印假传太子令，扰乱军心，逼宫作乱。你是聪明的，